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頻道。中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噶。有一則嘅消息咧，即日咧都上咗一啲討論區嘅熱門嗰度啦。講到香港01消息，教育局中人就直言學生津貼難以恢復，取消2500蚊嘅學生津貼。仲話1年後推翻決定都頗為尷尬噶。呢一度咧，亦都提醒大家消息 ，OK 就睇唔睇大家自行決定。當然啦，即係香港01入面嗰度咧就出咗一個報導啦。講到教科書又加價，好似咧已經唔係新聞啦。每年暑假家長打開貴價書單，個銀包唯有硬食噶。今年一間中學嘅中一書單全套接近7000蚊，令到社會譁然。向上流動嘅階梯變成沉重負擔。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即將嚟到，唔少家長就祈求特首恢復財爺取消嘅每年2500蚊學生津貼嘅福利。部分議員亦都寫入倡議書嗰度。不過據悉就有教育局中人就直言庫房冇水即係庫房都冇乜錢啦，難以恢復噶啦。二嚟1年之後又推翻決定，都頗為尷尬噶。報道入面仲講到啦，教科書昂貴嘅問題咧，同時亦都揭示電子書未能夠普及化，又或者出版商將實體書同電子教材捆綁銷售嘅問題噶。聽聞曾經有教育界人士就向當局建議，由政府自行印製同埋出版教科書俾學校選擇。反正課程指引都係由局方定出，但係當時嘅官員就以顧及出版社利益為由而拒絕噶。有議員就贊成政府印教科書可以令到家長慳翻好多錢。仲坦言話寫好咗個菜單，點解唔自己炒埋個餸佢呢？報道仲講到，當世界邁向數碼化 AI 發展，而教育仲停留喺買紙嘅年代。最近網絡上討論熱度高嘅莫過於教科書昂貴嘅問題。教育本嚟係應該協助人向上流動噶，但係未開學家長就已經銀包出血。2026-27學年中一全套教科書嘅價錢為例，報道咧就列舉咗幾間學校嘅嗰個教科書嘅價錢啦。包括由6100幾至到6900幾，仲講到新學年嘅教科書嘅價格咧，平均上升咗3.6%。教育局就解釋價格變動同通脹係大致相符噶。不過唔少家長感覺仍然係重擔噶。雖然教育局就規定教科書出版社需要遵守課本5年不改版嘅規定，令到家長可以購買二手書嚟減輕負擔，但若果有新增教材嘅話，出版社可以獨立出售啟動碼，即係 QR code， 令到學生可以獲取補充嘅電子資料。有書商就每年喺度更換啟動碼，並且係附印喺新書嘅內頁入邊。家長就被逼買新書先至能夠獲取新嘅啟動碼噶。有議員早前就質疑咁樣是否屬於捆綁式嘅銷售，建議要求出版商喺書單上清晰咁樣標示實體書同電子啟用碼分拆嘅售價，否則電子啟用碼每年喺度更新。二手書本嗰個書咧就雖然係喺度，但若果欠缺一個價值幾廿蚊嘅啟用碼，學生就冇辦法完成作業，家長係要被逼全套重新買新書噶。教育局嘅講法就話呢一類嘅學材應該係獨立定價，家長可以按需要去獨立俾錢嚟購買。而呢一類嘅學習資源帳號又是否允許多個設備同時登入，就視乎每一個出版社個系統嘅設定啦。然而就有書商就話啟動碼係冇辦法獨立銷售噶，平台亦都通常係唔支援多人同時登入噶。同一時間只允許一個帳號喺度使用噶。
嗱，呢一度咧暫停一下，大家要記住啊，唔同人唔同講法㗎。教育局就話呢一類教材應該係獨立定價，而報道所講，喂咁嗰個 QR code 係喺個新書嘅內頁入邊喎。而個議員亦都質疑咁樣係咪捆綁銷售，但係書商就話個 QR code 就係唔可以獨立購買嘅喎，係呢個獨立定價，但係唔可以獨立購買。OK， 唔同人唔同講法㗎啊！嗱咁啊，報道仲講到啊，書簿費嘅重擔之下，有家長就不滿去年財政預算案取消2500蚊嘅學生津貼，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即將嚟啦。咁啊，唔少家長就希望特首能夠推翻財爺取消學生津貼福利嘅呢個決定。啊，咁啊之後報道仲講起啊，仲有幾位嘅嗰啲議員啦，啊咁啊亦都要求恢復2500蚊學生津貼咁講，啊直接減輕所有家庭嘅開學開支壓力㗎。而部分嘅議員啊，更加係寫入倡議書。不過據悉就有教育中人咧，教育局中人咧就直言庫房冇水啊，難以恢復㗎啦。二嚟啊，1年之後又推翻決定，亦都頗為尷尬咁話㗎。咁之後仲講到啦，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今年2月咧就被問到2500蚊學生津貼唔再重啟嘅時候，咁佢就回應話以往嘅做法係無差別咁樣通派。當前公共財務緊張，咁應該集中資源去針對協助有需要嘅學生，而書簿、車船、午膳津貼等等嘅學生津貼咧，亦都佔咗教育開支8%㗎。有代議士就私底下坦言教育局當初係唔應該無差別咁樣一刀切取消呢個學生津貼㗎。之後先至補獲解話，話有其他津貼已經係無補於事㗎啦。若果改為設有審查去派發津貼嘅話，至少議員都好啲去解釋咁話㗎。議員都對當時冇商量之下被知會取消津貼，亦都記在心中，大感無奈咁話㗎。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陳文儀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香港既要資源去發展北都，同時又要資源精準輔助有需要嘅人士，猶如手背又係肉，手掌又係肉。所以促請政府制定框架，識別有需要嘅家長，恢復提供2500蚊嘅學生津貼。唔好話一刀切冇晒，唔好連有需要嗰啲都唔俾。畢竟單靠全額或者係半額嘅書簿津貼咧，係並不足夠㗎。佢仲話會繼續向當局爭取學生津貼，包括去信以及約見官員。根據佢早前嘅建議要求政府考慮分階段恢復精準資助。例如為領取全額或者半額書簿津貼嘅基層學生，保留1000至到1500蚊嘅學習津貼。避免基層兒童因為家庭財困而失去全人發展嘅機會㗎。嚟到呢度咧，又暫停一下嚇。唔排除啦，可能咧有啲報道咧叫做俾啲機會某啲人咧宣傳一下自己啦嚇。我覺得咧多少都有㗎嚇，我覺得啫係啦嚇。亦都咧睇到有一啲嘅講法你可以話頭先有位議員手掌又係肉，手背又係肉好似將呢個發展北都同呢個2500蚊學生津貼咧，好似對立咗咁樣係喺北都嗰度抽啲錢過嚟咯，咁樣好唔好啊？係嘛？就當然佢冇咁講嚇，即係我覺得個意思好似有啲似啫。另外咧，討論區咧亦都有講起因為呢種話題一定涉及到你要派錢，咁錢從何來啊？係嘛？咁當然啦，討論區可能有啲極端少少咁講，咁你政府唔好出糧咁咪有錢去派俾學生咯，係咪？又或者議員唔好出糧咪有錢派俾學生咯，又得唔得咧？然之後又話，啲長者2蚊嗰啲車費唔好派，咁咪有錢派俾學生咯，學生咧社會未來嚟㗎嘛。坦白講咧，呢啲講法咧都有極端係啦，但係
講就一定會得罪人㗎啦。咁即係你做議員又好，或者普通人都好，你覺得如果依家要增加呢個咩派福利，咁錢喺邊度嚟咧？你都要留言講下㗎。咁之後仲講到教科書昂貴嘅問題咧，同時亦都揭示電子書未能夠普及化，又或者出版商將實體書同電子教材捆綁銷售問題。聽聞曾經有教育界人士就向當局建議，由政府自行印製同埋出版教科書，俾學校去選擇。反正課程指引都係由局方定出。但當時嘅官員就以顧及呢個出版社嘅利益為由而拒絕。有家長比較英國、美國嘅一啲公立中學教科書係由學校免費借用嘅，而新加坡嗰邊係會監管書價，全年嘅書簿費大概係1000至到2000蚊嘅港幣。報道仲講到有教育界人士就估計，出版社對教育局施加咗唔少壓力導致教育局喺矛盾之中維護業界嘅利益講到我唔出書，你冇得教，好多家長就會話教科書都冇，咩學校嚟㗎？嗰個恩仲解釋唔少家長就認為冇教科書嘅感覺咧係唔安穩單靠校本出工作紙或者筆記咧，又感覺冇咩揸拿。但事實上，數碼化年代又點解仍然要實體教科書呢？本身係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嘅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劉智鵬咧，就相信財爺就無意恢復不設資產審查嘅2500蚊學生津貼啦。因為目前符合經濟困難條件嘅基層家庭係已經享有其他嘅援助㗎。不過面對書簿費高昂，明白未受惠但係又有需要嘅中下階層家庭，係有呼聲想恢復學生津貼㗎。佢就認為大家要思考點解有學校要求家長同時購買電子教科書同埋實體教科書㗎。校方係應該鼓勵使用二手書㗎。電子教材啟用碼可以每年變，但係其他嘢可以唔變㗎。當然係會喐動到出版社嘅利益㗎。不過佢就認為根本之策都係推動教育局自行印製教科書，相信可以令家長慳返好多錢㗎。佢仲形容呢個係殖民地時代遺留落嚟嘅問題嚟㗎。當局唔應該以出版社嘅利益行先，況且估計所涉及每年所受影響嘅生意額只係幾億元左右。如果業界嘅利益同學生嘅利益係有衝突嘅話，梗係學生行先啦。報道咧就嚟到呢一度啦，亦都提醒大家呢一段咧消息 ，OK 到底幾多嘢信唔信得過咧？自己衡量下。報道入面好多人物咧係冇名嘅 ，OK 然之後咧亦都講下啦。呢段報道咧其實係有2個話題嘅，實質上係第一個話題就係呢個嘅免審查嘅學生津貼2500蚊啦，到底應唔應該再重啟佢咧？我哋唔討論面子工程啊，係咪？喂，你重啟佢又或者局部重啟係審查基層係嘛？但係錢從何來咧？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喺北都度 cut 啲錢過嚟啊，定抑或者議員唔好出糧啊，定係政府唔好出糧咧？定係喺長者2蚊雞車費嗰度扣翻嚟咧？大家可以留言講下。你要增加支出就要講埋錢從何來我自己就唔係特別支持呢個派錢係啦。都要強調基層學生其實佢本身都有一啲嘅幫助㗎啦。之後咧，第二個話題先至係重點啦，就係依家嘅教科書到底發生咩事咁樣睇一睇嗰啲外國嗰啲情況，有家長就比較英國、美國公立中學教科書係學校免費借用嘅咁樣，而新加坡嗰邊咧就另一條路線，佢係監管書價，全年書簿費大約1000至到2000蚊港紙。哇，大佬，你記唔記得我哋香港係幾錢啊？個報道舉例嗰度，6100至到6900中一。你
如果我哋極端啲，我攞新加坡1000蚊嗰個港紙走去對比6900嘅港紙啊，我哋香港差價接近係6倍7倍，我當佢6倍啦，好冇？咁你香港人工有冇新加坡嘅6倍？你呢個數字一出嚟，真係即係唔俾人鬧到都難嚇。我一睇到呢個數字，覺得哇，真係差異好大。咁啊，當然啦，即係香港政府可唔可以學習一下外國咧？都係一個值得去講下嘅嘢。咁啊，當然啦，教科書俾學校免費借用，咁其實真係等於政府包起咗咯。到時一定就會嘈噶啦。嗰啲舊書嘅咧，哎呀，劃花咗條痕啊，咁樣有冇影響啊？又到時嘈餐死嘅，又係另一件事啦。但我確實覺得，如果能夠做到新加坡咁樣監管書價，咁你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啦。你唔好話下降咩6、7倍嘅差價啦，你下降1倍啊，都完全唔同晒啦。咁當然啦，就要一個問題啦。咁政府夠唔夠惡去監管書價咧？係啦，呢個就有一個疑問啦。咁依家所講就話，哎呀咩政府就要維係呢個出版社嘅利益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為咗幾廿蚊走去買個6900嘅全套新書呢個咧就我覺得係可以學習一下外國嘅嗰種做法啦。咁另一樣嘢啦，就再講一下啦，就係報道所講嘅依家個實際情況係乜嘢咧？頭先我特登暫停話俾大家知，哇，唔同嘅人咧講嘅説話個情況係唔同嘅喎。教育局就話呢一類嘅教材應該係獨立定價，但係大家睇到個報道就話嗰個 QR code 係一個新書嘅內頁入邊，而亦都有啲議員都懷疑，喂，咁樣係咪捆綁銷售？書商就話個 QR code 係唔可以獨立購買嘅，即係到底依家講緊咩？即係佢係獨立定價，但唔可以獨立購買㗎嘛。如果真係咁嘅話，我只能夠慨嘆，哇！嗰啲商人真係好鬼聰明，好鬼有智慧，啱唔啱啊？科技嘅進步唔係攞嚟改善大家嘅生活，係攞嚟俾啲商家點樣可以將一個幾廿蚊嘅產品，然之後逼你變成要用6900去買。你死唔死啊？然之後再同你講話政府維護行業利益，呢個位咧就睇到真係黐鬼線。咁當然啦，我寧願希望個消息實際情況唔係咁啦，因為個報道都消息啊嘛，係咪？但係然之後啦就假設係咁嚇，假設點解會咁嘅咧？咁接落嚟咧，我就有啲黑心嘅猜測嚇。喂，會唔會係個 QR code 咧出嚟嘅時候係獨立㗎？嗰本書咧又係獨立㗎。咁但係咧，你去到嗰個書商，唔知邊一個過程當中，有人就將呢兩件產品就 pack 咗埋一齊，然之後你又淨係可以買新書，唔好話買一套啦，你起碼要買一本新書先至買到個 QR code。會唔會有呢種黑心嘅情況咧？咁我就大膽啲問咯。如果真係有呢種情況，咁佢算唔算違規啊？諸如此類，咁就未必係教育局可以控制到啦，係嘛？佢算唔算係咩犯法嘅事情啊？我就唔知啦，係啦。但係我亦都唔好介意咁講句報道入面有講到話，要分開去定價之類嘅，咁我就有個疑問。咁到時咧，佢可以用啲手段就話，永遠咧個書店咧嗰個 QR code 就冇貨。但係新書就有貨，你點？你話我知你點啊？到時一樣嘅啫，即係我可以用個手段令到你根本買唔到，係啦。所以某程度上都真係外國嘅嗰種做法啦，一係政府監管啦，一係你係咪做嗰個政府借用啦，即係學校借用啦，然之後就係政府去印書啦，係嘛？即係有啲人所講，咁確實係嗰幾種係比較根本性解決問題。如果唔係嘅話，我黑心嗰啲猜測就其實解決唔到問題。好啦，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到最後。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同埋訂閱。我哋下集再見，拜拜。